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林森北路的市民佛，顶礼拜六，互人放火烧，警方已经抓到2个嫌犯。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嫌犯讲，甲这个市民佛的庙公有恩怨，才会买香手来放火。当时这个大火是烧到半天红，规间庙用要总烧了了，加在无人伤亡。这个其中是毋是有牵涉到黑道的斗争呢？警方要来追查。穿甲未了着时，同款的衫行出地检署，涉嫌伫台北市林森北路市民佛放火2名嫌犯，法官透明开庭了后，伊牵涉到公共危险罪，有串口经杜蒙的顾虑，裁定收押禁见。发生伫初7早起的市民佛放火案，当时敢若看到火是有够严。炭了有够紧，烧4间店面，楼顶阁有500外的住户，伫第一时间拢被通知赶紧逃生。30分钟就警报响了，有人说失火。为监视器的画面，会使看到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，伫火收除了，毋若无斗拍火，搁用手机伫现场四界滴翕。原来这个查甫人就是甲别人拍汽油放火姓李的主嫌。他变装之后去拿了这个手提的这个汽油桶，进入到409这个四面火里面，那就纵火。开钱找姓郑的查甫人拍汽油了后放火，做完了后，搁伫顶仔骹交现金给伊，这款大胆的行为，拢无关身份更加无关公共安全的问题。受人家指使吗？放火不怕烧死人吗？原来这一切，敢若为着这个姓李的主嫌，捌甲市民佛的庙公有冤家过，一日上去就找人放火。唔管这住户的死活背后敢有其他纷争，还是有搁较一人牵涉这个案件，警方将扩大侦办。